林峰就開緊演唱會，又再次掀起話題。香港人鍾意嘲笑的文化其實相當有趣，今日我們來深入分析拆解。香港的嘲笑文化，從街頭的串嘴到網絡的圍爐狂歡，早已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張文化名片。然而，這種幽默背後，隱藏着香港人試圖突破自身局限，追尋昔日光彩的掙扎。從林峰被 TVB 硬捧為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星，到姜濤豪言成為亞洲第一，這些誇張的稱號與背後的嘲笑，折射出香港在全球化與身份危機中的徒勞努力。這種現象不僅是娛樂圈的縮影，更是香港社會心態的投射。林峰在2001年憑 TVB 劇集《尋秦記》迅速走紅，隨後被 TVB 力捧為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星。這種硬推策略源於香港回歸後試圖維持亞洲娛樂中心的地位，但隨着內地與韓流崛起，香港的文化影響力日漸式微，嘲笑成為公眾對名不副實的回應。到了姜濤時代，粉絲落手落腳，出錢出力，要幫姜濤衝出亞洲，宣傳到全世界，以及於整個社會都樂見其成。即使明明不相信，仍然肯定姜濤的豪言壯語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當時的香港正在經歷身份焦慮。回歸之後，內地城市崛起，香港開始感覺自己不再是亞洲中心。林峰的亞太天王，姜濤的亞洲第一，就像香港人的一場自我安慰，我們還可以，我們還行。但外界看呢，就是自嗨。香港人為什麼愛嘲笑？答案很簡單，這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。香港這座城市，長期面對的是高壓環境和身份焦慮。經濟上被內地趕超，文化上被韓流壓制，政治上還有無盡的爭議。那怎麼辦？笑啊！用笑來解壓，用嘲諷來掩蓋無奈。林峰的亞太天王，是香港對失落地位的最後抗爭；姜濤的亞洲第一，是年輕人對破碎夢想的最後自我激勵。但這種努力，總是伴隨着徒勞感，因為舞台早已改變，燈光不再屬於香港。1980到1990年代，香港是亞洲的娛樂中心，四大天王無厘頭電影席捲全亞洲，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。但隨着韓流和內地娛樂的崛起，香港的光環逐漸黯淡。林峰的亞太天王是 TVB 硬推的幻夢，姜濤的亞洲第一是粉絲迷因包裝的紅心。兩者都說明香港人還在夢想重返巔峰，但現實卻無情地提醒，巔峰已成過去。